即摆这个12岁以下的小朋友也袂当注意放射，大人有责任爱甲因保护。动物专家这谭敦慈建议囡仔防疫有7个重点，讲这个囡仔较近的镜头，甲一般的过敏是差不多。若是囡仔头痛，或者是流鼻水，有症状就唔通拖，爱赶紧带去看医生。上好唔通互囡仔来热目睭，讲安尼会甲病毒热入去身躯内底。你厝内底食饭都爱分开食，唔通来共餐。到了学校，除了挂好着喙罨，嘛爱确实来洗手甲拭手。教室都爱保持通风，安尼才会当减少病毒的传播。囡仔直直咧热目睭，因为目睭真痒，毋过这个动作有可能甲病毒嘛热入去。过敏的囡仔会出现的镜头，其实和新冠病毒较近，真相像。头痛、喉咙痛、流鼻水，两痛一水。那其实小孩子有症状的时候呢，你一定要赶快带去给医生评估一下，到底是过敏还是染疫的这个问题。学校敢若变做降级以来上大的关注场所，真正嘛有真侪老师囡仔为着病毒的事件，不管伫厝内或者是外口，安怎保护囡仔？谭敦慈有这建议。家户传染率其实很高，吃东西的时候有飞沫，那在学校是有隔板的。好，那当然呢，在家里呢，我建议大家是采分餐，而且呢，上完厕所一定要用肥皂水洗手，然后之后呢，一定要确实的擦干。你没有做擦干这个动作，有84%的细菌可能附着在你的手上。除了清洁爱做好，谭敦慈嘛提醒教室嘛要做好通风，上好窗门拢拍开。目前会使注疫苗，也是大人为主，囡仔无法度注射，所以需要大人来保护。大人能够打疫苗的，尽快打疫苗啦。那也呼吁大家的这个注意一件事情：如果你的小孩有症状，不要送去学校，因为这个如果扩散出去，问题是很大的。除了外部的防疫，谭敦慈嘛提醒，食食的均衡虽然大家定定咧讲，不过对防疫也是真重要。加上做运动，才会当自然来增加免疫力来对抗病毒。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。